今年年初又已突然失聰嘅42歲女士，今日嚟到我哋辦事處，想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。由於女士突發失聰及耳鳴，醫生幫佢係耳膜打咗11針醫治失聰，又係佢頸打咗5針醫治耳鳴，另外又做咗高壓氧嘅治療，但係情況冇乜改善，需要佩戴助聽器。幫女士做聽力檢查，結果係左耳正常，右耳中度弱聽。俾女士右耳試用我哋公司嘅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。外出試機，我哋公司嘅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，噪音抑制效果理想，係女士右邊講嘢，佢都聽得非常清楚。女士決定購買我哋嘅單隻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。祝願女士在使用我哋嘅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左右耳嘅聽力平衡，工作順利，身體健康。